大家好，我哋開始新嘅系列《路加與釋經》，今日第一個分享，我哋先從1章1到4節開始。嗱，呢段經文咧，大家應該有印象啦。通常咧，喺講壇裏邊或者講座裏邊咧，或者一啲嘅釋經書裏邊，我哋都會見到學者或者牧者咧提醒我哋呢段經文咧，基本上可以反映到作者路加寫作嘅時候嗰種嘅心態或者態度嘅喎。例如第3節詳細考察呢個詞語啦，就或者咧跟住下一個咧。按着次序喎，嗱，呢兩個詞語咧，初步反映到作者佢咧好似一個歷史學家嘅心態或者咁嘅嚴謹。嗱，咁樣唔係代表路加係一個歷史學家，不過咧佢嘅寫作嗰種態度或者嗰種嚴謹咧，就好似一個歷史學家咁啦。咁啊，仲有一個字眼咧幾有趣嘅，就係所成就嘅事喺第一、第二節裏邊。嗱，咩叫所成就嘅事咧？你留意下喎，路加唔係咧講緊話介紹一啲發生嘅事俾我哋知，唔係一啲發生咗嘅事，而係所成就嘅事。咁喺原文裏邊咧都係咁嘅意思，係完成咗嘅。咁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呢個好似一種詮釋，即係話咧，今日所見到或者昔日所見到發生嘅事咧，其實係一種成就，成就即係完成咗某一種嘅任務使命，一個使命嘅成全。如果換言之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路加唔單止一個歷史學家嘅態度，甚至好似個神學家嘅態度，佢將發生嘅事去詮釋，想話俾我哋聽。其實咧就係成就咗一啲嘅使命咁。當然啦，我哋熟悉路加福音同埋新約嘅時候，都好明白呢個所成就嘅代表啲咩嘢咧？例如係神嘅救恩計劃等等啦。好啦，咁係呢兩方面咧，都係我哋一般所理解嘅。而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想帶出仲有第三個嘅重點。呢個咧可能較為咧，唔知有冇人提及咧，或者你有冇發現到咧？嗱，先我哋做一個嘅比較先，比較咩啊？比較英文譯本。好多時咧，我哋透過譯本嘅比較咧，可能有啲我哋會發現到一啲咧，我哋平時冇留意嘅嘢，又或者我哋留意到，但係咧我哋冇進一步去追查落去嘅。今次一個例子啦，睇英文譯本 NIV，你見到咧第二節冇問題啦，最後嗰節到 word 就係等於都係個道啦。但係咧留意下第四節啦，the things 呢個字係咩咧？你留意下呢個字，其實咧無論第二節同埋第四節咧，如果你睇原文嘅時候咧，都係出自同一個希臘文字。叫做 logos 呢個字，第二節冇問題啦。The word 要夠簡單，一個單數嘅詞。原來咧係第四節尾咧，嗰個 the things 應該咧就原文都係嗰個道呢個字嚟嘅，不過咧就冇翻譯或者冇直接翻譯出嚟，係一個原文嘅眾數，所以個 things 加咗 s 喺度啦。好啦，咁啊有咩特別咧？即係話咧，原來原文都係個道字，不過原來英文譯本咧冇好一致咁翻譯出嚟。咁反而咧喺度嚟講咧，你睇到和合本咧，就反而反映到原文嗰個字啦，保留翻出嚟。喺翻譯上邊咧，有時就係因為佢嘅翻譯所得出嚟嗰個嘅成果咧，其實咧，如果我按住譯本嚟到思考信仰或者分析咧，就唔多唔少都俾佢引導咗去個方向嘅。如果咧我哋單睇英文譯本咧，可能咧一路都未必會發現到原來係同一個字，所以我哋就未必留意到道喺1到4節扮一個重要嘅角色。當然呢個係初步嘅建議啦。咁你話其他譯本係咁咧？英文一啲主流嘅譯本或者學者都重視嘅譯本咧，你發覺全部都係 the things 喎，佢冇譯到個道字喎，點解咧？都係一個翻譯嘅問題啦。呢個就呢度唔討論啦。希望未來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啦。但係起碼呢度咧，你見到啦，如果佢原文係一個道字嘅時候咧，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呢個觀察今日就帶俾大家一個新嘅焦點。除咗咧睇到路加呢個作者佢嘅態度之外咧，更加睇到咧一個佢所想強調嗰個重點。就係同道有關嘅，而呢個道咧透過一班見證人嚟到去傳達嘅。咁我稍後會再提翻呢個重點。但係有咗呢個基礎嘅時候，你發覺咧，路加唔單止一個歷史學家，唔單止一個神學家嘅態度，甚至佢係一個佈道家 （evangelist）。即係大家當然好明顯啦，成個路加福音係講福音啊嘛。咁所以咧，呢個道正正咧好配合咗呢個嘅主題。咁你對於呢方面嘅觀察會帶嚟啲咩影響咧？當我哋嘗試咧，多個焦點放喺個道嗰度嘅時候，可以諗多啲嘅嘢嘅喎。起碼第一樣嘢咧，反映到咧喺譯本嘅層次咧，間中有時我都會去幫大家澄清一下嘅。好多時咧，我哋坊間聽嘅信息咧，又可能有唔多唔需要有呢個錯覺，甚至一啲誤導嘅方向，就係話咧，硬係覺得中文嘅譯本咧，好似咧唔及英文譯本好嘅。其實中英譯本咧各有特色嘅。就唔好有個錯覺，以為中文譯本係差啲。起碼呢度睇到咧，佢好清晰嘅將原文嘅字譯翻出嚟。反而英文譯本冇嘅喎。假如嗰個道呢個觀念係路加好重視嘅話，咁我哋就可能忽略咗嘅咯喎。可能咧，如果你一路睇英文譯本，你就會一路忽略咗呢個重點都唔定嘅喎。今日嘗試帶出同大家思考一下咯喎。咁好啦，呢個新嘅焦點，第一方面俾我哋有啲咩幫助咧？我哋思考呢個道字先。我哋就當呢個一個重點。
如果呢個道係重要嘅時候咧，我就諗下呢個道係咩意思咧？嗱，透過上問下你啦，但特別第一節嘅開頭嗰度啊，嗱，有些人提筆作書述說我哋中間所成就嘅事，咩事啊？跟住佢又話啦，呢啲事就係照住一班將個道理傳達嗰班人，嗰個嚟到去搜集到嘅資料翻嚟嘅。換言之，簡單嚟講，呢啲事咧，其實係指向呢個道啦。咁初步咧，我哋咁觀察先啦。所成就嘅事係一個統稱，就係想表達成就嗰啲事就係講緊反映緊嗰個道，即係所傳嘅道。換言之咧，所成就嘅事，即係作者路加佢搜集資料，而啲嘅資料嘅來源啊，所以傳道嘅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俾我哋嘅，呢個就反映緊路加資料嘅來源。呢啲嘅來源咧有兩方面，第一方面當然係個道啦，係咩道咧？稍後我哋會再講。跟住咧要加上呢一班人去傳遞呢個道先得噶嘛，就係嗰班嘅見證人同埋僕人，稍後會再提翻呢一點噶。好啦，我哋下一步繼續講啦。咁呢個道仲有嘅喎，呢個所傳嘅道咧，你留意係一個單數嚟嘅，即係一個整體嘅觀念。跟住咧結束嘅時候咧，佢就話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正確的。嗱，當第四節再提呢個道嘅時候咧，唔係單數咯喎，係複數。咁即係話咧，換言之咧就唔係一個整體講啦，就可能咧牽涉到好多發生嘅事。咁當然啲咩嘢咧？好多嘅耶穌，例如我哋會諗起耶穌嘅道理啦。所以咧呢個所傳嘅道係包括好多嘅道，即係點樣咧？嗱，稍微有補充嘅咯喎。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先問一個問題啦。呢句説話照傳道嘅人從起初親眼所看見傳俾我哋呢個道係咩意思咧？究竟呢個道係指咩咧？會唔會係咪指耶穌自己咧？呢個道係咪講緊神嘅救恩計劃咧？又或者係咪講耶穌喺地上邊俾我哋一切嘅教導咧？抑或係 A、B、C 都係咧？我諗大家唔難決定噶啦。其實當然好明顯就係 A、B、C 都得啦。好啦，有咗呢個概念先，呢個在乎咧係我哋再睇路加福音嘅時候咧，就會越嚟越明顯嘅咯噃。我哋有咗咁個初步觀念嘅時候咧，咁我哋會有第二個嘅重點啦，就係咧。呢個道你要留意下，如果我哋掌握咗呢個道係一個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留意到整個路加福音嘅其中一個特色，又係嗰個特色咯喎。嗱，大家見到呢個符號首尾第一章同埋第四章，當你咧留意到一到四節呢個道咧，其實咧係路加可能想我哋留意嘅。好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就會配合到廿四章。廿四章邊度有提個道字啊？你留意下喺第47節。當耶穌復活之後，再見翻門徒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定嘅吩咐啦。如果喺馬太福音我哋叫做大使命啦，喺路加福音亦都係另一種嘅使命，都係同樣好一致嘅使命。不過咧，具體咗咯喎，係傳悔改赦罪嘅道，有呼應啦。不過咧，又唔使咁快下結論喎。一個咩嘅道咧？係一個悔改赦罪嘅道。不過咧，原文咧冇個道字嘅。咁點樣去配合咧？有喺第二度出現咗啦。44節，44節咧就係耶穌同班門徒講啦，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嘅話説。呢個咧就配合到咧1章4節係咩意思咧？其實呢個話咧，一班説話咧就係又係複數。其實呢個原文咧，一來同一個字係 logos，另一方面咧同一時間咧就係複數。換言之咧，第四節1章4節所學之道，配合翻24章44節，咁我哋大家好直覺會覺得有咩道理學咧？咁梗係耶穌所教嘅每一樣嘢啦。咁所以咧就配合到咯喎。咁當然啦，唔係咁簡單啦，中間就可以發生好多嘢嘅喎。咁當然大家不妨咧係用呢個道呢個觀念咧搜尋下呢個路加福音裏邊嘅分佈啦。咁啊好有趣嘅噃。好啦，去到呢個時候咧，你發覺咧首尾呼應有個道好一致嘅，呢個亦都係路加所重視嘅。好啦，咁你呢度你由第一章咧帶到24章嘅呼應嘅時候咧，我哋自然會諗起大使命啦。嗱，試下比較下馬太福音嘅大使命啊，順便馬太福音嘅大使命28章19到20節，同路加福音嘅24章呢度比較下，你發覺咧嗱，大家都重要嘅。但係一相比之下咧，你會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你諗真啲，馬太福音嗰個大使命咧，冇錯有一個使命，但係其實佢冇講內容嘅喎，佢有提到我哋要做啲乜。就算咧，佢話要傳，佢冇講傳啲乜。就20節嗰度話咧，耶穌話：凡我所吩咐你嘅，要教訓佢哋遵守，亦都冇講過吩咐啲咩嘢。當然我哋會睇翻馬太福音啦，但係你睇翻路加福音咧，同樣嘅耶穌升天之前都有使命喎。但係你發覺呢個有內容嘅使命，你比較之下咧，路加都係叫佢傳嘅，不過要傳悔改赦罪嘅道。當你由第一章發現道嗰個角色重要嘅時候咧，你就配合到24章。當你睇到24章嘅時候咧，你又會突然間發現咧，比較下馬太福音，你就會發現咧呢個道咧，
馬太同埋路加分別嘅地方就係馬太叫我有個使命好清楚，而路加都有個使命，不過佢似乎多咗少少嘢，就係一個有內涵嘅、有內容嘅使命。馬太冇話俾我哋聽傳啲咩嘢，但係路加喺呢度咧即時話埋俾你聽傳啲咩嘢。咁跟住你就會話啦，可能第47節，即係24章47節，一個好簡短嘅內容。嗱，呢句説話第一咧，如果你再細心比較路加福音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咧。悔改同埋赦罪嘅道呢個概念咧，其實遍佈咗路加福音嘅。未來我就會同大家簡單嚟到介紹下嘅。跟住咧，你就話係咪咁簡單咁短就叫做使命嘅內容咧？其實你對上睇到嘅46節已經講到話，照經上所寫嘅，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又豐富咗咯。你試下咧，基於呢個概念咧，試下睇晒成個24章啦。呢個唔知過去你有冇留意到啦？其實路加福音第24章。裏邊唔單單咧，我哋嘅印象之中就係講耶穌復活同埋以馬忤斯嗰兩個門徒嘅遭遇。當然嗰個都係重要，值得反省。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咧？24章裏邊咧，其實咧係分佈咗當中咧喺度重複緊福音嗰個內容㗎。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咁你就開始留意到好豐富嘅內容㗎咯。跟住你話唔定再進一步睇到。你要再比較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5章所講嘅，我當日所領受又傳俾你哋嗰個內容咧，你發覺咧好多地方又好相似嘅喎。嗱，不妨比較一下啦。嗱，你發覺咧，當你掌握咗一個焦點嘅時候咧，你就越嚟越多嘅發現，透過比較，你更加掌握到個作者想表達啲咩信息啦。嗱，今日帶出呢個道嘅第一個重要嘅概念。好啦，仲有第二個概念啦，就係咧呢個道咧係點樣咧？我哋留意下。其實喺原文裏邊咧，嗱，而家中文我哋有個錯覺嘅傳道的人，大家小心啲。第1章1、2節嗰個傳道的人咧，唔係等於傳道人喎。喺原文裏邊係點樣咧？嗱，親眼看見就好容易明白啦。今次咧又要睇翻英文譯本啦。如果你睇翻英文咧，呢部分咧又到英文譯本咧，又反映到原文嘅意思咯。所以中文有中文嘅強項，英文有英文嘅特色，互相比較就有幫助啦。原來傳道的人咧，嗱，而家首先我親眼看見先啦。親眼看見咧就係 eyewitnesses，即係話咧見證人。傳道的人其實原來咧原文嘅意思係 servants of the word，即係話咧道嘅傳播者，其實意思係道嘅僕人。即係話咧，路加今日同我哋分享緊呢個道係咩道咧？就係佢點樣得到資料咧？就係一班咧經歷過、見過或者咧係可能其中一班可能跟從耶穌嘅人，佢將呢啲嘢寫低記錄。流傳，路加就搜集到呢啲資料，呢班人就係道嘅見證人，亦都係道嘅僕人或者真道嘅僕人。咁所以咧，同一時間有兩樣嘢出現啦。我哋個焦點去咗個道本身，跟住再要加埋僕人。咁點解要強調呢樣嘢咧？嗱，當我哋比較英文譯本咧，呢個反而咧其他英文譯本咧大同小異嘅咯，就冇乜特別唔同嘅地方。跟住帶出啲咩信息咧，就留意下啦。Eyewitnesses and servants，即係話咧，今日我哋所認識嘅道，我哋點解有路加福音咧？路加點樣搜集資料咧？就係從一班嘅見證人，咁即係可能佢親自接觸嘅耶穌啦，當然係以門徒為主啦，仲有其他嘅群眾都唔定嘅喎，一路一代傳一代。好啦，個問題喺邊咧？就喺度反映到路加嘅編寫手法。嗱，我哋過去都話路加有個手法嘅，但係咧，如果你用呢個做焦點嘅時候咧，我哋又再清楚啲。手法唔係單單話按住次序，或者單單講嚴謹，甚至係講緊個來源。呢個來源影響咗路加嘅手法。換言之咧，我哋當個焦點去翻個道嘅時候，再加埋道嘅來源，就係嗰班見證人，嗰班係道傳道嘅僕人。咁你就會明白到路加可能路加福音嘅結構，佢編寫嘅結構可能同呢個有關。嗱，以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為例咧，你發覺邊啲人去將個福音傳遞啊？由撒迦利亞啦，由瑪利亞、牧羊人等等，提到熟悉嘅喎。同樣嘅原則，路加去編寫佢嘅內容嘅時候，當然佢有其他嘅基礎啦，但係其中一種啫嚇。其中一種令我哋不妨咧多一個方向嚟到了解路加福音，就會唔會咧路加係佈滿咗呢啲見證人嘅足跡啊？包括個門徒啦，當然有病人嘅屋企人，有稅吏，有外邦人。而門徒亦都包括跟從耶穌嗰班嘅婦女等等，會唔會呢個都係構成咗路加嘅其中一種手法，或者佢個結構都唔定嘅喎？嗱，今日一個建議俾大家啫。所以你今日咧透過一個新嘅焦點觀察，透過譯本嘅比較、原文嘅特色，你就發現咧，可能我哋唔知有冇忽略到1章1至4節，原來個道呢個概念都好重要嘅，亦都幫我哋帶到嗰個首尾呼應嘅效果，亦都帶到咧我哋了解路加福音嘅時候，可能我哋可以沿住呢個方向多一個方向理解啫。當然過去嘅嘢都重要喎，試下加多一個方向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咁以後咧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噶咯喎。
特別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咧，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較早時早期分享開聖誕與釋經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初步咧喺第一、第二個分享裏邊咧都已經提過噶啦。同埋呢個道嘅概念咧，亦都產生另一種同道有關嘅觀念嘅喎。你試下參考翻聖誕與釋經嘅第二個分享同另一個同樣好似個道嘅概念叫 rhema 呢個字有關嘅喎，大家不妨睇一睇啦。從呢度咧，我哋開始就多一個方向去了解約翰福音路加福音嘅咯喎。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